好啦，我同你講，我拍片從來唔自私，從來唔慳錢。我同你講，從來都係真係每條片都係用錢拍。我同你講，係燒緊錢。每一日推緊一部 Benz 落海，我話俾你知道。Benz 落海，我同你講，拍片呢樣嘢從來都係燒錢工業。我同你講係先燒錢後賺錢。我同你講，所以我一樣嘅，我一樣係先燒錢後賺錢。我點樣證明俾你睇？我係先燒錢後賺錢咧？係咪咁講？我因為你哋啲人你唔信。上次我拍嗰條片，嗰條友又唔信我室友用面膜。我同你講，我知我話俾你知道，唔知係燒好多錢。你講我咧嗱，呢一張1蚊咧，聽講美金咧就棉花做嘅，係用棉花同埋嗰啲香港講咪用棉花做。呢張就係用啲亞麻定係嗰種好神秘嘅材料去做，係嗰個材料係機密嚟㗎，做銀紙。同你講，咁如果佢用呢啲植物嘅材料去做咧，應該係燒得着嘅，即係應該燒得着嘅。咁而家我就睇下呢一張美金係咪真係燒得着啦？如果佢燒唔着，就即係美國政府喺度講緊大話；如果佢燒得着咧，就即係美國政府係講真話，真係用植物嘅材料去做。首先我哋好簡單，我哋將個爐開到最大，開到9度，見到其實呢個爐會開始熱㗎啦，跟住佢好快就會變到紅色。咁將啲美金紙擺上去就會應該自動起火。睇下需要幾耐時間，1分40幾，應該唔需要好耐時間。其實都開翻抽氣扇先，因為始終都係要有啲毒氣嘅。見到其實開始係燶緊㗎啦，因為其實都開始係溫度開始高。應該好快就會着火㗎啦。都2分幾嘅都。終於着火，終於。等我燒晒先。見到一張美金係被燒成灰燼嘅。咁見到其實個實驗係非常之成功，證明咗美金係真係用植物去做嘅，應該係冇錯。咁樣呢，今次條片呢就拍咗出嚟㗎啦。如果呢條片嘅點擊係嗰100萬嘅話呢，我就會將會燒張5蚊嘅美金。揾到啲錢，揾唔到添。總之呢條片，我發現呢，如果呢條片嘅點擊係高嘅話呢，我就會燒多啲錢。咁想唔想睇我燒5蚊美金？咪睇你哋啦。講真，我話俾你知道，我講錢就喺度，錢就喺度。錢就喺度，擺唔擺落去呢？就你哋決定啦。講真，你哋嘅點擊就係決定咗我擺唔擺啲錢入去燒。我同你講，所以如果你想睇我點樣燒5蚊美金嘅話，就快啲不斷去碌24小時不斷去重播，咁樣就會見證到我呢燒5蚊美金。當然，如果呢條片嘅點擊率係高過100萬嘅話呢，我就會燒呢張美金。當然，如果你呢條片價高嘅話，即係當燒5蚊美金條片更加高嘅時候，我會考慮下燒10蚊、20蚊、50蚊，甚至100蚊。燒100美金之後呢，我亦都會繼續燒。講下燒100蚊嘅歐羅。
咁睇下識唔識做啦。OK。